迎係中國古代漢族婚姻習俗三書六禮嘅其中一禮，指嘅係迎娶新娘以及拜堂之禮。自古喜慶大事必張燈結綵，作品借鑒中國榫卯工藝，以懸浮嘅大紅燈籠作為底座，表達喜慶嘅祝福，寓意子孫滿堂、夫妻和睦。為突出親迎嘅儀式感同氛圍感，用上大量以模擬花卉工藝製作嘅牡丹花點綴場景。牡丹繁花似錦，富貴祥和，代表對姻緣嘅美好憧憬。喺男家敞亮大氣、裝飾喜慶嘅高堂之上，一對新人正行拜堂禮。新娘身穿龍鳳裙褂，龍鳳呈祥，有住呈祥之意。中國刺繡嘅富麗特色亦全神活現，眾多人物角色聚首一堂，將傳統婚禮中嘅拜堂場景生動呈現。